哪里有什么九二共识、一国两制？我完全无关。哦，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。好，一中各表哈。这个是跟圣经一样重要。啊，可是什么一国两制打叉叉？他们现在哪里能够乱讲？没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，哪有从1992年稳定和平的两岸？对，所以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。所以说，我现在说，现在年坚决反对一国两制，这就是我们的政策。有这个声音，我们也不能用一中统表，凡是讲一中统表就是违背党章，不要讲那些邪恶的话。我们好不容易还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，才能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。不可以随便讲一中统表，如果违背就没有资格做我们国民党的党员。这是我们的坚持，不会改变。换注的结果，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嘛，哈，所以我想这次政前换将是不可能。南部呢，这么艰困的选区，开句玩笑，有人说水里的鱼捞起来都是绿的啊，那么当然要去挑战是很艰苦的，可是国民党不能够说不会打硬仗，不能够说在艰困的地区就没有人出来，所以其实我这一次的动作也是让大家知道这把老骨头了啊。那既然是没有人，那我们去试试看吧，开疆辟土。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在艰困选区当中，国民党的男性好像不如你的勇气？男人呐、我就不说了。4年前被换住，现在还愿意帮国民党这样抛砖引玉这样子吗？我要这么说哈，我说了太多的这个，太多了好像很好听的话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。我自己的心境啊，像当初换住，我一再强调，怎么会没有遗憾呢？那当然会有遗憾了。你们不出来，我出来，而且还是过了好几关啊。那么也很辛苦的走这段路，那一路在换住声当中选举啊。那么当然最后终于被换掉了。我们天，敢会当卖创治？那上次换住的结果，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嘛，哈，所以我想这次政前换将是不可能，不会放弃这个党，这个党也许让人家失望，让人家痛心啊，甚至痛恨啊，不满啊，可是你不能老在那边叹息痛心，你总要有一种行动啊，让大家对他的观感能够转换。也许我们个人的力量微薄啊，但是呢，总要起来做一个呼吁的一个行动吧啊，这个行动比坐在那边叹息要来得好一点。